人足水的咯。哦，他倒伫外口安尼看，一看就知影是古迹。这敢若比咱艋舺迄边的龙山寺搁较古早的感觉吼。较无共款。而且哦，才好保持伊的原味。对啊。老师，老师，这是翕相书呀。文史工作者，老师，所以一直在做记录安尼。郑老师，我跟鹿港这边的问题问伊就知影。不要吼，对啊，阮拄安尼一直在讲，苏丽亚开讲来讲，哇，这间庙，这应该是算1级古迹，还是2级古迹，还是3级古迹？伊是1级古迹，啊，今嘛有做国定古迹，就没有级数的问题。没有级数的问题，今嘛就是分做国定古迹、县市定古迹、加历史建筑13种啊。我头拄讲。看起来敢若比咱台北艋舺迄边的龙山寺搁较古早对无？对，但是以若年糕来讲吼，这间的年糕比台北搁较晚。哦，是哦，等于台北已经较久，搁较久。啊，但是伊这间呢是保存了搁较好。咱台湾地区明有这龙山寺的，拢总有5间。淡水龙山寺、艋舺龙山寺、鹿港龙山寺、台南龙山寺，以及高雄红山龙山寺。哦，对。这5间龙山寺拢是对温良、安海龙山寺过来。温良就是咱即马讲的泉州啦，所以讲咱伫咧鹿港这间呢，是一5间内底保持了上较水的，而且伊的做法各人无共款，伊是用北宋宫殿式的建筑。北宋，我听不懂。北宋宫殿式建筑，宫殿的做法。我看皇宫迄个设计就对啦。伊的做法，因为皇宫的做法，足高挑，挑啊足多，挑高，挑高就是啥？袂翕，通风够好，因为伫遮风景香烟真香哦，所以一定要烟，一定要流通，爱透冷空气往下，热空气往上，就是安尼循环啦。所以你要看面顶伊就有窗啊，是对边仔去的，边仔拢有窗啊，窗啊，这种真少看。所以呢，伊是咧龙山是1786年迁建了，早期咧是伫咧鹿港暗街的所在。哦，较早讲毋是在遮，毋是，较早是伫暗街的所在。后来1786才迁来到这个所在，所以伊保持着伊完全就是北宋的建筑，对山门啊，到咱的午门殿到咱的戏台，到咱的拜殿、正殿到后殿，所以呢，龙山寺呢。真侪人咧讲，伊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。而且有啥物啊？免门票免半，你爱来就随时来啊！伊甲全台湾地区的寺庙完全不同，因为就是啊，足静的，足静的，大家拢坐喺边啊，所以爱看册啊，看手机啊，好静哦，就是对啊，上菜就咱知。袂啦，来到寺庙要做啥物啊？拜拜啊！艺术家较早建庙啊，伊就甲你要需求的物件，用雕刻甲彩绘的方式，伫遮展现出来。所以你看会到就得得到。看会到就得到，所以呢，看会到得到，你你若讲对日本咧，就开始甲你祝福啊，咱就去找到啥物啊？密码，安尼你紧找我来做。我带你来去看者密码文化之旅。好啊，来，来，我们来对家来。要找密码呀！咱讲吼，来到寺庙，咱就要祈求啥物啊？冬眠、福运、金运、财宝、大听。鹿港人伊上爱刻啥物来送啊？这只。螃蟹，这只毛花代表就是求取功名啦。因为以前的人，伊若去就京赴考，想要高中状元，那状元伊排的名次安怎排？1甲1名状元及第，或者科甲及第。所以毛花伊是食壳类，伊代表1甲、科甲第1名。有人看约这个笔，有诶，文笔第一，就是咱状元财啊。中状元呢会当做官，所以你来看，叫做柜台角，面顶有这溪头。你看溪头上面有一个孔雀毛，有无？做官无后面有一个孔雀毛，对不？顶上花里，边啊呢就是红珊瑚、红酸螺，因为咱这个官无中央有石珠啊，这珠啊伊的材质若是红酸螺咧，伊就代表礼品官，所以古仔mo用这个。你无做个黑，买当做个黑做这四句人，做四句人。科甲第一，状元财，进士及第，富贵开，三眼花莲顶上戴，公有门里永树海。秀啊！哦，厉害啦！这是不知我家己写的啦，够厉害啦！够厉害！这个所在咱所看，这石膏伊是螺旋形的，你看是啥物啊？螺螺的造型。啊，对，螺螺嘛，螺螺啊，螺螺呢，伊代表是嘛？多囝、多孙、多福气。啊，螺螺上后生看，
为什么是哦？为什么搞生嘛？伊雌雄同体。哎，想要生囝看到这种，哇，最好生啊！倒囝、倒孙、倒福气。咱今晚来遮拜拜拜刷就走，拢唔知现在够，人家家在哩，啊够。当然哦，咱是龙山寺主神为观世音，对哦佛教为主嘛，所以呢，华严三圣、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都有。啥幸福？你家啊，对哎呦，哎，伊这个处处是惊奇呢，你讲。哎，而且你个上细看，你看袂出来。这一般人袂去注意这。嘿，没啊。啊，一世人上重要，啊，要求什么？求财运、平安财运嘛财运。一世，哎呀，而且我是啦，我算较欠啦，在这就是咱咧讲三骹相术啊。想出啊，蟾蜍啊九字是四支骹，蟾蜍啊四支骹伊爱食盲糖，但是这只相术啊呢，伊足爱食什么啊？钱啊，伊快很准嘿，伊咧收钱收。伊是改，伊是改啊，收钱起来，你也看面顶，一个夹一本书，一本万利。哦，减就大呀。对啊，啊你若讲对家呢，对家人对家过去的，求财得财，求主得主，求功名得功名，所以财主功名，伊拢伫这个所在咧，甲你祝福。收啊！哇，所以会记呢，祝福你呢，互你看得到就得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咱一般来讲，若讲哦，咱拄则祈求什么啊？发运完成了，咱就啊下行嘛。那下行呢，咱一般就是咧搬戏，啊搬戏呢，就是来这个所在戏台，这是戏台，这就是戏台。这不是大厅，这不是，这个戏台呢，你看，伊的建筑，伊就是用土跟骨插顺清顺起来，伊完全无用地顶啊。这会当讲是全台湾地区上较水的这个八卦招机。你看伊个回楼部吼下来对无？嘿，无论行到倒，伊的目睭嘛甲你看。对咧，行到倒伊拢来去看咧。对，咱讲咱直接要演戏，但是依照麦克风无。无，所以伊靠什么呀？这叫式的八卦早起，它有军官的功能，像我这样讲话，有没有？喂，有咧，哦，echo，哦，刚才在山谷内底，行出满堂哦，哇，袂歹，哎，我看迄禁止大声喧哗咧。还是内底，而且这戏台呢，你若出外口看入来，伊代表是你伫咧这个所在的戏台之下，是顶的歌舞之下，代表伫遮会当清官。哦，所以真侪人拢伫这个戏台这个所在翕相，来，卡手，卡手，咱去庙埕迄边翕，翕过来，看到翕过来，翕大个到迄边安尼，好无？好来，安尼翕去就透地歌无啊吼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你来看，咱来递一下歌无好哇，不好？第一个过来，1、2、3，耶！